这个猫型宝宝元宝，即摆逐工就是食饱困，困饱食，但是甲人类的婴仔无共款，无法度家己放屎尿，需要妈妈斗协助。做伙来看。困饱吼，两粒目睭乌闪闪四界看。小元宝已经出世超过70天，体重嘛破4公斤，会当生甲遮尔好，真正是因为妈妈圆圆的功劳。你看，圆圆一直咧刺激元宝的尻川，因为猫型囝和人类的红婴仔无共款。细汉的时阵，无法度家己排大小便，打出世的时阵，都是靠保育人员用棉仔来刺激。和妈妈团圆了后，圆圆要安怎斗3工呢？不但要替元宝刺激排便，刺激排便之后，它还是会把所有的便便尿尿都吃干净、舔干净。大猫型烦恼猫型仔囝大小便会引起天敌的注意，所以会拢甲食掉。猫型妈妈圆圆会当讲甲遮拢做甲足胶本呢。元仔可能是到144天才真正能够自己排便，所以大家可以想象，至少有4、5个月的时间，妈妈要帮小朋友元宝刺激排便。圆圆的妈妈是中国最有名的断掌的猫型蕾蕾，就算是减一支手掌，伊嘛是做认真咧摇饲囡仔。圆圆依传着妈妈的母爱，用心照顾元宝，嘛互伊愈大愈高追。